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1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伫咧新北市传出有5个区长最近收到写简体字的恐吓批，内底阁有一寡合成的无穿衫、无好看的相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经有请警察，也阁有地检署去侦办。另外，台南市的区长嘛有接到一寡假相片的恐吓，签名是市委共青团，目前政府单位是正在调查处理。内面的名是市委共青团的简体字的批，台南市东区的区长黄炳元看到内容是规个硬气，因为内面竟然是真侪张家己含无熟识的查某人不雅影片翕的相片，而且留联络方式，暗示有代志好好讲，佮讲超过处理时间，抖音实名举报。第一时间其实是赖给我太太啊，因为我也怕我太太误会，就是很怕说，我们的区民啊、里民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问题会遭骗，所以我才会揭露出来。信件的内容有写到说，如果想要尽快的来处理的话，就联系谁谁谁，这个完全就是实质的这个恐吓。台南市民政局长江林宏表示讲，东区的区长黄炳元收到批了后，佮有接到真侪其他的区长来通报，内面嘛有查某区长，内容大多数拢是合成变造的不雅相片。因为大家人状况无同，除了请政风处报备，区长嘛照家己的状况报警察处理。目前，佮在统计有偌侪人收到这。由刑警大队整合各分局受理此类案件资料，也与其他接获类似案件的县市警察局联系。并与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扩大调查。不过，唔那是台南市，新北市嘛有5区的区长，包括5股、邦桥、十指、瑞丰、金山，同款拢收到这对中国来的奇怪的批，内容同款拢是合成不雅相片，联络方式和恐吓的用词拢相同。实际纠正，邦桥区区长陈正基的秘书表示讲，代志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无方便加讲。对这新北市长侯友宜讲，第一时间已经报警查，而且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第一个时间就报请新北地检署来侦办，查到底谁在发布这些不实的照片跟消息。对这新北市刑大讲，经过检视相片的背景和影像的位拢相同，这明显是电脑合成不实的影像。新北市警察局接到通报，已经报请地检署指挥，而且要和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深入查明嫌犯的身份和犯案动机，还向大家一个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宣布要来恢复军事审判制度，因应着中国的统战甲渗透。当初时会促成废除军事审判的洪仲丘案，这案的律师也就是即卖国防部长顾立雄，伊强调伊的初衷无改变，因为这军事审判的制度互人无法度信任，所以即卖才要来打造一个全新正当的制度。因应中国统战渗透不断，总统赖清德下令提出对策，宣布恢复军事审判。只是讲部长顾立雄12年前担任洪仲丘案的义务律师，当时话讲绝对无用阮军法搁恢复，互人质疑是顾部长陷顾律师的脆配。我的初衷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过去的军事审判的制度确实有不被人信任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存在。那与其说我们现在是在恢复这个军事审判，不如说我们要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军事审判制度。现在就做好这个相关这个平时审判制度适度维护，可以因应这个平战的转换。当时司法通过，敢若有战争的时阵才适用军审法，互军事审判制度形同互人废除。顾立雄强调爱全部检讨，不过新制度什么时阵上路，都还无有确定的时间。体育会主委严德发嘛认为，恢复军审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行政院长窦英泰是讲，会限缩样态，甲较早会完全无同。针对中共的对台湾的渗透、统战阴谋跟这个吸取我们的情报，我想有嚇阻的这个功能。第二个主要就是维护我们的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有些军事审判人员条例的组织，还会进一步的去全面的展开必要的修法跟立法，相关部会的职务一定要限期的来考核
来限期的来完成。在野党无反对讨论恢复军事法庭的议题，不过质疑未来军事法庭是不是未有军事人权的问题。搁再烦恼，即马是要准备进入战争啊？是？我们可以去讨论，是不是未来我们在一般法院可以设置军事法庭，或是说是可以引用军法官来参审，但是不需要恢复到这个军事审判，除非说赖清德已经准备台湾要进入战争了。当初推动废除军事审判制度，是为了要挥别过去威权时代的制度。那请问，今天要恢复军审法，它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连草案都没有。我们也要请教在野党，面对中国的渗透侵略的意图，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更好的作为？未来若是经由立法院修法通过，现役军人触犯陆海空军刑法，会交由军事法庭来审判。民进党强调，为了确保国安第一，范围嘛采高度限缩，呼吁朝野理性审判甲讨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应对中国对咱台湾的各种作为，总统赖清德昨日呼吁，落实去中国旅游爱登录的制度。外界就咧烦恼会去冲击到两岸交流。陆委会表示，民众配合登录，安尼去中国万不一出代志的时阵，咱政府才会当来斗相共。因为未来敢会严格审查两岸的交流，内政部强调是会先来清查敢有违规的状况。因应中国渗透统战威胁，总统赖清德除了要求严格限制统战人数来台，也呼吁个人去中国旅游，爱落实各种登录制度。外界是烦恼会冲击两岸交流。陆委会表示，会先宣传整理相关的法令，最好社会沟通。呼吁我们的国人赴陆港澳都应该要去登录，我们也有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如果出现了人身安全的危机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国人如果是以旅行团的方式到中国去旅行，都必须要登录，让我们政府有资料。那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政府才会知道。赖总统嘛要求落实公职人员去中国公开制度。陆委会表示，5院本来就有牵涉到机密文件人员去大陆的管制要求，不过立法院唔捌报告相关的名单，有名单唔则有公布的意义。外界嘛烦恼未来是不是会严格审查两岸交流？内政部会先清查是不是有违规的情形。先就清查的部分先来清查一下有关在两岸交流当中是否有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哈。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寻找未来呢，如果需要两岸交流要更公开透明跟揭露相关的这个团体的这个原则。最近，原有真侪演艺人员到对华发展，赖总统指示强化演艺从业人员伫中国发展的辅导管理。外界解读艺人恐惊被逼爱选一边。文化部虽然乐见台湾艺人去中国发展，不过强调袂当伫互人压迫的情况下发表对台湾不利的言论。那我很同情我们的艺人去那边，我也祝福他们好好的发展。可是他不可以因为去那边发展之后，在逼迫下发出一些伤害台湾的言论。若是艺人讲到什么言辞，才算达到红线哩？立院回应，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底有明确的法令，会配合陆委会，未来原来会增加投资本土的文化产业，吸引创作者、艺人、表演工作者等加紧留伫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美国提出陆欧停战30日的方案，罗西亚总统普廷表示原则上支持，不过要和美国总统川普沟通电话，或者是当面来参详细节。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讲，这普廷其实是打算要来拒绝停战的方案。再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利用无人机对空中翕相，配合 AI 政策，针对着12个较高出车祸路口分析事故的原因，包括有汽车甲奥多摆钱做伙，也是倒挖甲直行的车烧弄等等这个原因，希望会当来帮助改善交通安全。另外是《自由时报》，
有家长反映讲，台北市立图书馆的 App 推荐20本新册，有几本拢是谈恋爱的漫画，惊囡仔看这伤早会去影响到因的价值观。因那官方表示，这新册推荐拢是随机的，拢是非限制级的。不过未来嘛会考虑到无共年龄层的需求。再来看到今年开始对纽西兰进口的牛奶唔免扣税，咱台湾牛奶的业者就希望讲，即个会当保存超过30天，较无遐青的牛奶，袂当漂洗做青牛奶。行政院食安办公室伫昨就宣布，未来进口的拢干那会当写牛奶，因为咱国内嘛，就要摕到相关的标章，才会当来漂洗做青牛奶。按算明年7月开始生效。目前市面上国产的青牛奶保存的期限有12天，嘛有13天的。为今年开始会当零关税进口纽西兰牛奶的产品，嘛是写青牛奶，不过保存期限有到90天。国内畜牧业的业者希望市场会当有区分，因认为保存期限几10天的，袂当标示做青牛奶。行政院食安办公室拜五宣布，未来进口液态牛奶，号名敢若会当合作牛奶。因若国内牛奶都要摕到青牛奶的标章，甲 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的标章，还有产销履历，才会当标示做青牛奶。是要帮助酪农产业，要提升国产鲜乳标章的位阶，也可以避免消费者误解，这样的方式最能够帮助酪农。国内原底按算要规定保存期限14天以下的，才会当标示做青牛奶。去年6月预告，期限30天以上的，应该标示做延长保存期限的青牛奶，甲长效青牛奶等等。不过国内业者不满的，是因为还佫有青这字。不预告通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了后，日本虽要求提出科学证明，美国嘛2届提出意见，认为安尼违反 WTO 无歧视等等的原则。罗马州行政院决定，唔免用保存期限来区分。农业协会表示，安尼做较对着时代。我想这个是一个国家标准期以比较进步的规范，符合国际规范是对的。我们以时俱进啊，不能够永远停在40年前的这个文字啊，这个是不对的。画面内底为日本进口的这罐，直接写日本牛奶。未来根据新的规定，进口的液态牛奶，拢爱像安尼写作是牛奶。另外，针对牛奶相关的饮料，若是使用冷冻浓缩的牛奶，都要标示做复原奶。目前行政院规划新的规定会予业者1年缓冲期，在明年7月份开始会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有大约300位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团体人士，冲入去纽约的川普大楼，因就是要来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的反战行动领导人哈里尔去互抓起来这件代志。民众抗议有超过1点钟，有要到100个人去互警方逮捕。反对以色列攻击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的非营利组织犹太和平之声，差不多300个人冲入去纽约川普大楼，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的研究生哈里尔，因为领导高大学生举行反战活动，而且才礼和学校谈判，扯白移民官宣布表明身份，强行入去哈里尔伫高大的公寓，甲伊逮捕。事实上，哈里尔有永久居留的绿卡，因某是美国公民，目前是有新8个月。移民官员讲，哈里尔伫活动内面发表支持哈马斯的言论，已经违反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注销伊的绿卡，就要恐惊防区就出境。Most Americans, most young American Jews, object to U.S. support, military aid that is being used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示威者伫川普大楼的位，就是曼哈顿的第5大道，抗议是超过1点钟。警方以非法入侵这罪名逮捕98个示威者。第5大道顶悬有真侪有名的精品的名牌，是真高级买物件的所在。警方伫骨子头前，甲示威者带去伫车顶，其中一台阁是公车，阁有一架直升机和无人机伫空中飞来飞去。We cannot allow Donald Trump to turn this into a dictatorship, authoritarian, fascist regime. Enough is enough. We all have to stand up, from New York to California, from Texas to Michigan and everywhere in between.
哈里尔伫车北红逮捕了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支持，佮强调讲，这是未来更加侪逮捕行动的起点，讲是要甲更加侪参与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反美国活动的国际学生拢递解出境。差不多一礼拜前，川普是以高逮捕法度有效来阻挡学校内面的反犹太主义做理由，宣布计划退回这个学校差不多4亿美金的联邦补助和合约。高逮嘛伫13宣布讲，会对去年春天占学校大楼示威的挺巴学生采取一系列的纪律处分，包括开除学籍和停课。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台中警方伫咧汽车旅馆内底有查到毒品分弹、毒品加皮包，抑佫有其他面等等掠到4个嫌犯。因讲这些毒品拢是因家己要用的，无摕去卖。警方目前抑佫咧调查当中。因为医师表示，这分弹的成分若是乌白使用，恐惊是会致使心血衰竭。警方入来到房间内底的人假做拢无代志，也毋过天棚这个物件看起来真无正常。警方一个看，原来是毒品。自己灌的哦，这哦，这是那个卡西桶烟那个灌烟弹的啊。是啊。对啊，是谁的？警方进前接到通报，讲有毒品犯伫台中市北区一间摩的路，若像咧使用毒品。去甲敲找了后，发现包括有毒的咖啡包、开他命等等。嫌犯甚至佫讲家己是买异丙帕酯这的原料，也佫有空分弹甲分装的器具，就是为着要方便家己，也佫有朋友来使用。查获林贤等人持有食用咖啡包、K 他命及异丙帕酯烟弹等违禁品批。警方甲包括姓林的主嫌，也佫有其他拢总4个人，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也会追究来源，也佫有敢有咧卖。毒物科医师表示讲，异丙帕酯甲松西分弹、依托米酯是同一类的，异丙帕酯的结构小可无同，两项拢是用来麻醉的。去年底拢互人列做是第2级的毒品，不当使用会有真大的风险。你用了以后就会昏迷，可能就神志不清，行为会受到一些活动就会受到影响。混用当然是一定是有，因为就看说，我这个比较 A 比较贵 ，B 比较便宜，我就 B 弄多一点 ，A 弄少一点，混在一起，那就达到那个只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毒物科医师也指出，异丙帕酯比依托米酯抑佫较简单的摕到，所以常常互人摕来使用，甚至是卖钱。警方表示，咱目前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制造、买卖抑佫有使用，上悬会当罚到5000万。就算是单纯使用电子烟，也会当照危害防治法罚2000到1万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昨3月14日就是台湾诗人节。花旗台语基金会甲台文笔会有共同来举办写诗比赛，昨进行颁奖。另外，也佫有特别来对诗台语诗的前辈林宗元先生，文化部也派人到场为伊来颁发总统保养令。一句一句念出家己创作的诗，作者要呈现台湾变装风潮的台湾价值。花旗台语基金会甲台文笔会等单位共同办台湾诗人节的写诗比赛，这是要纪念检察官王玉林，伊是27事件牺牲性命的台语诗人，因此用伊受难的即天定做诗人节。办到今第3届，即会有正百的参赛者录取9个人，其中有各中高中生，展现少年世代对台语文的创作热情。其实有真侪代志需要互大家去理解、去看到。当然语言是，历史嘛是，性别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部分。这个纪念日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咱应该爱袂当把一件代志放袂记。他就是因为无观念，无互伊印象嘛。你若互伊印象，你会当写诗，我都希望讲，咱建立一个台湾一个。真欢喜的，互咱台湾人、少年人的空间。同款对写诗真有热情的，也有台语诗人先辈林宗元。伫戒严时期，就坚持用台语文来创作。戒严解禁了后，伊组织汉字诗社发行诗刊，推动台语文创作，也佮亲身出钱出力办台语文学营。文化部嘛特别到场颁发总统保养令，感谢伊一世人对台语文学的贡献。老爸有捌讲过。伊就讲物件若无用，就会歹去。伊就坚持一定讲台语就对。阮有哪去互伊感染着？为少年甲老拢是坚持，我相信这对咱的少年人嘛真好一个启发。就是讲，咱有当时对着家己理想爱坚持，
坚持到底的时阵，一定会豆豆啊受到人的肯定。主办单位讲，过去台语拢用讲的较济，因希望透过台语诗的书写参分享，让大家通看到台湾本土的台湾面貌，嘛认捌台语文创作的价值甲可能性。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明兰通是台中中区因过繁华闹热的城市中心，对着时代变迁渐渐衰微。不过，即阵是有当地居民甲少年辈拍拼咧经营，透过办市即变装游行等等遮的活动，互旧城区搁再重新发展起来。因红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大家来去明兰通，感受旧城区的风华，也有新世代活力。队伍内底古装、甲中世纪，甚至是怪物的打扮，互游行的活动闹热搁精彩。这是一阵台中中区在地人从2019年开始，透过举办市集游行活动，互因为都市发展变迁，所致渐渐落车旧城区，会当重新恢复用过的光景。现在这个活动叫做灵兰通散步纳凉会，互这个名的灵感是为日本时代街仔路的名来的。日本的一些战前的有名的商店街，上老的迄条街啊，拢叫灵兰通。拄啊好，就讲这条中山路就是最早上热闹迄条灵兰通，啊，就把这个灵兰通做一个新的一个品牌来行销中区。开桶仪式。台中灵兰通比如节是活动主要的市集之一，透过这个主题规划，互这个所在真少的历史文化会当重新互大家了解，嘛互市民来到这个巷仔底会当感受英国在地历史风情。一年拢愿意转来，伊就会对这个所在有新的想法，认为讲这个所在和以前无同款啦。这个活动会当互台中人去熟悉台中。现在造型真特别，嘛充满创意的角色，是为全台湾各地来的 rap 团体，因组成台湾实景角色扮演联盟，写真侪民众真热情，做伙加入游行。专工来参与的名国乐奥莫德纳西武将队，互现场充满日本的风情。灵兰通散步纳凉会，连接旧城区的历史甲现代活力，互无同世代的人伫遮交流甲相会。这个活动当年安尼举办，这个所在嘛豆豆产生新的风貌，嘛搁一届互在地人想起心中共同的城市记忆。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东太平洋甲美洲国家出现2025年头一届天狗食月，因为在过程当中，月娘会变甲红鸡，也就是罕见的血月，吸引到全球的天文迷去观赏。因为后一届天狗食月是9月初8，伫咧台湾就会当看到。民众伫天文馆外口草埔，有人个家己准备碰喜，毋是因为要看演唱会，是迎接2025年第摆天狗食月。这摆天狗食月伫北美洲为美东时间14透早1点09分开始，到透早2点26分，连续1点钟过5分外钟。这期间，月球因为互地球大气折射的日头照到，出现东红色，正做正罕见的血月现象，吸引全球天文迷拢来看。Pues es una vez al año más o menos, así que nada, quisimos aprovechar y venir a disfrutarla. Y hoy, bueno, es un día señalado porque tenemos un eclipse lunar total y desde esta ubicación, desde Gran Canaria, se puede ver casi por completo. 因为这摆月球行的路线为地球半影北平穿过，完整的月全食，仅能伫美洲地区甲东太平洋看到，南美洲东部部分地区沿看到日薄带食，太平洋甲日韩等地沿看到月出带食，可惜台湾看无。Which means that the su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will be aligned. The moon will pass into the shadow of the earth and turn a deep red-orange color. A total lunar eclipse is an extremely easy thing to watch. You don't need any aid to your ey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you need is an unobstructed view of the sky. 天文学家佫指出，顶一摆天狗食月发生伫2021年，台湾天文迷也免失望，因为今年9月初7，亚洲、非洲甲欧洲部分地区会搁有天狗食月，到时阵台湾会看到5点钟27分的天狗食月。公视新闻单位真朋友。
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7度至24度，中部地区17度至28度，南部地区19度至29度，东部地区20度至28度。还有外岛地区12度至26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